有團伙照顧者共融計劃係一個針對殘疾人士照顧者嘅共融計劃，由香港家藥所慈善基金資助，香港公益金撥款同監察。呢個計劃由2023年6月開始，為期2年。我哋希望透過呢2個部分啦，包括喺一個社會資本理論嘅框架同埋園藝治療元素之下，入邊有開展4個主要嘅活動，包括園藝啦、花藝啦、數碼共融同埋市集活動。其實由照顧阿仔佢哋開始咧，其實你冇乜嘢新嘅嘢學到嘅，亦都未必有嗰個推動力。我未學過嗰啲嘢喺度，俾我有個機會去學咯，係放鬆啲嘅個人，開心啲咯。活動係全面嘅，咁而佢哋可以參與當中嘅課堂裏面得到嘅作品啦，得到嘅一啲機會咧，其實係好難得，所以令到佢哋都好願意去到參加咁樣，可以放低晒仔女、家庭煩惱，完全係我自己嚟嘅，舒緩我哋嗰啲情緒嗰啲咯，真係冇人幫到我哋噶。你嗰啲親戚朋友係幫唔到噶嘛，隔離鄰舍都幫唔到噶。始終照顧呢一條路咧，都係唔容易，亦都係好漫長嘅。佢要嘅唔係突然間斷開咗呢一樣嘢，而係 keep 住都有唔同嘅支援。如果講識朋友，其實係容易啲嘅，因為大家都係同路人，好多嘢都明白，唔使講好多，心領神會啦，已經可以都得到幾個知心朋友咁樣噶。好似一家人咁樣啦，屬於。其實我哋點解要做市集咧？就好希望咧，就係透過呢個方式，係將我哋學到嘅嘢去帶出嚟，賦權佢哋，去到令到佢哋咧可以去到教人，而唔係淨係喺個機構裏面去到接受幫助，而佢自己其實亦都可以去到幫助人。如果我哋成為一個平台，佢哋認識咗、聯繫咗，成為一班有內聚力、有向心力嘅一個夥伴之後，其實我哋嘅角色係可以淡化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隨時都好 ready 佢哋求助，但係我哋更加相信其實佢哋嘅之間嘅夥伴關係先係行得更長遠。